摩西把上帝的教训向人民宣告，你们必须实切地遵行我今天向你们所颁布的这些诫命，也要传授给你的儿女，叫他们遵行。摩西交接约书亚，约书亚充满智慧，摩西为他按手，委派他做继承人。上主把摩西埋在摩押山谷，之后以色列人在摩押山谷为他举哀30天。约书亚预备心，上主对约书亚说：“约书亚，在你有生之日，没有人能打败你。我要与你同在，就像我与摩西一样。”以色列人在约旦河，上主对约书亚吩咐所有人说：“你要吩咐那些坛约柜的祭司们，在到达约旦河边，他们要走进湖里，靠岸边站着。”堆石纪念，他们用12块石头来纪念摩西。是约书亚快到耶利哥城时，看见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统帅对他说：“把你的鞋脱下，因为你站的是圣地。”于是他们攻占耶利哥城。约书亚按着上主的吩咐告诉大家，必须听从所有的指示，因为上主已把耶利哥城交在约书亚手里。于是他们带着神的信心，他们围绕耶利哥城第一天。第3天，他们依然带着神的信心围绕耶利哥城。在这场战争当中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神的信心，神一切的作为，要在他们当中一一的来彰显。于是到了第5天，他们依然围绕耶利哥城。第6天，他们还是信心不动的围绕耶利哥城。第6天，第7天，耶利哥城陷落，约书亚领领部队高声呐喊，于是祭司们开始吹起号角，人民一听见就大声呐喊。战争当中，他们带着神的信心面对战争，毫无惧怕。
战争当中，他们获得胜利，获得来自属天的胜利。于是他们将荣耀归给神，说：上主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我和爱神的。为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为他是一求救的呼声。约书亚照着法律书上所写的，大声的来宣读整部法律，高夸咒诅及祝福。约书亚在全民的聚会当中，大声的来宣读。永远欢心敬畏上帝。今天必须决定你们要侍奉的是谁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要侍奉上帝。